好来，乡亲啊，这个总统府的前发言人丁文强，在做高雄市新闻局长的任内，引发着桃色风波。监察院认定，伊严重伤害到政府的名声，甲公务员的形象。厅改法院早起来判决，甲伊撤职，而且停止任用公务员2年。这个月初，甲因太太手牵手离开庭改法庭。总统府前发言人丁文强无承认有性骚扰前女朋友，佮得到因太太全力支持。今日判决已经出来啊，其行为放荡不检，且有失谨慎，严重损害政府信誉及公务员形象，已经违反《公务员服务法》第5条，未维持公务纪律，自有予以惩戒的必要。因此，本件合议庭判决丁允恭撤职，并停止任用2年。监委认为丁文强甲前某订婚，佮甲前女朋友交往，女方上北上班要求分手，丁文强发布2人的相片，互女方真困扰。因为庭改法庭开庭审理期间，丁文强的新婚太太指控监察院敢若听女方的讲法，真无公平。私密照片曝光而要求删除，或产生后续工作困扰，只能认为有违反《公务员服务法》第5条公务员应谨慎的规定，难以认定是性骚扰。判决结果就出来，丁文强随写文章讲，庭改法庭所做的判决，伊本人个表示讲，针对伫无适当的地点做无适当的行为，感觉真失礼。除了事实表示歉意以外，嘛接受这个处分。同时嘛感谢法院依照事实，认定伊并无性骚扰的行为，希望讲莫阁用性骚扰相关的语词讲这件代志。同时嘛再度因为行为不检，向社会大众会失礼。